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戴。我今天刚好来那个东华路的蜜餞店来买那个给粉丝朋友带那个蜜餞啊，然后我无意中看到这个老板娘的店裡面有這個好東西，酸梅汁、濃縮汁啊，濃縮汁上面是採汁摘啊，可以看得出來，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採汁摘的。然後前兩天我在冠前街那個店裡面去給粉絲朋友買蜜餞的時候，也看到他家店裡面有，然後這個我也看了一下，這個就是正宗的採汁摘的，應該是老闆娘店裡面，他這邊也可以銷售啊。等會兒呢，我把老闆娘叫過來，讓他給大家介紹一下啊。最近夏天我們有這款採汁摘的酸梅汁，就是正宗的蘇州採汁摘生產的，它是用真正的烏梅和薑勾兌成的。不是用化學的東西，它是傳統的幾百年傳統工藝傳承下來的工藝。這個怎麼勾兌啊？一般就是1:8的比例吧。就如果那個喜歡吃甜的濃一點，喜歡吃酸的稍微稀釋一點。哎，這個就是夏天防暑降溫是特別好的。對的對的，我看到那個冠前街也在賣這一款，而且是我們這裡呢是居民區，價格要比冠前街優惠一點。這個我來看一下這裡面的成分啊，我們給粉絲朋友看一下。那個有，那個烏梅，薑色，基本上化學東西沒有，哎，都是對天然的。所以說跟普通的飲料比起來，這個降暑功能更好，而且對人體沒有害，只有益沒有害。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生產地址啊。因為我們都說這個是採汁摘的，大家肯定會有疑問，是不是正宗的？這邊是說蘇州採汁摘食品有限公司，地址是蘇州市冠前街91號，生產地址工業園區和順路19號。哦，對的，是的。好，這個酸梅汁，我看好多外地朋友過來，夏天的時候都要嘗一嘗的，是吧？哎，這個他帶回家吃的話嘛，更划算一點。哎，這個呢，而且也能保存時間很長的。這個好發快遞吧？可以發。這個不會碎啊，這是塑料瓶的，它塑料瓶，對對對，塑料瓶的，挺好的。哦，老闆娘這邊好像都擺出來了，挺多的，哎，還銷量挺好的。這個銷量很好的哦，因為老蘇州人都知道，每年都要喝的這個。對對對，我前幾天也喝了。這個採汁摘的呢，品質更好一點。對，我在採汁摘，我剛剛從採汁摘過來，我看到了。價格要比採汁摘要優惠一點。哦，好的好的。哎，我們現在夏天還有綠豆湯的輔料都有。哎呀，綠豆湯夏天我們都要喝的呀，是吧？冰鎮綠豆湯。有綠豆湯的輔料。哎呦，跟着老闆娘來看看。哎，那如果說有輔料，那粉絲朋友就有口福了哇。哎，自己回家做也很方便。對呀。它這個呢，你看了這種都是5塊錢一袋，小袋，然後糯米蒸一點，放點綠豆一沖，夏天你蒸一點可以放在冰箱裡晚一點，沖很多杯了，這樣就很方便。對對對，一個呢自己吃起來方便，這樣呢比外面買的10塊錢一杯要便宜而且好吃。外面就10塊錢買不到，今年買不到，至少要16、18。哦，這個的話你沖出來的成本基本上5塊錢就夠。對，這個紅荔絲裡面一定有的。哎，都有，還有薄荷香精、薄荷精都有。那就是要自己要做了，對吧？哎，自己兌一下，就是蒸一點糯米嘛。這個嘛就蒸一下，然後放一點點，弄冰水一沖。這個家裡只要有冰箱，每家都可以做，很方便。對對對，是的。做出來的應該比你買的還要好吃一點。對對。哎，那我到時候我自己做了哇，我就不用在外面買的了。啊，這個什麼呢？哦，這個是薄荷精，食用香精，薄荷香精。薄荷精，只要用筷子蘸一點就行了，蘸一點點就可以了。這小瓶稍微有一點涼颼颼就可以了。我還自己真沒有做過哎，我都是很方便，買的現成的。好的好的，你試了可以和網友分享一下。好的好的，我下次來分享一下啊。